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影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在。路透社报道，这台海中线有出现两岸军舰伫咧对峙，而且东部海峡搁再出现中国军舰形状啊。大大撤销林志坚的食事合约，蔡英文也呼吁党内就爱团结小挺，相信林志坚是清白的。为着这看护工引进台湾顺利，劳动部宣布，加速移工队即马开始，这薪水要起到1个月2万块。大海政策紧张，路透社报道，70载起有1只中共甲台湾军舰留伫咧海峡中线附近，有真1只中共军舰出现伫台湾东部海峡。中军东部战区伫台海实战化演训，勇士国公布运油20飞机投入作战，战斗机空中加油了，延长作战时间，继续伫台湾周边海峡执行防空任务，对台湾空防加做严重挑战。随时支援状态，战机到达后，我们按照动作规范并且协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双机对接加油。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提悬两岸对立态势，中共发动大规模封锁台湾本岛演练，倒弹飞过台湾上空。另外，中共无人机连续1天侵入金门车口，暗时搁1只无人机进入北平地区，建限制水核电源，国军发射信号弹驱离。另外，国军也放送上新的影片，公布台湾军舰甲中共军舰伫海上对立，近距离监控对方动向。前国防部长杨念祖分析，台湾加固北京的政治决心。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军演是小菜一碟，我觉得猜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呢，我们今天认识到中共对我们的威胁到底是什么状态，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美国和副地壳战略甲国际研究中心展开并推，模拟强军自2016年反台结果显示，美台合作已成功抵挡强军。杨念祖认为这是建立伫美国投入作战，不过台湾甲美国毋是邦交国，双方也无安保条约。美军实际行动爱国观察，学者赵春山事件，中国高强度军演至少会继续到中共20大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国军后个月初5要进行联勇操演，早起搁伫屏东宝力山进行实弹义演。陆军伫咧彰化罗水溪北岸的炮阵地进行 M105榴弹炮常态射击训练，要来应对中国威胁。国军也发布影片，讲咱的军舰近距离伫咧监控中国的军舰，各自的无人机也翕到两军对峙情形。屏东宝力山的山顶演习一直唱出来，不时听到真大的声音。国军初10早起伫屏东三军联训基地操作各种的机枪，甲自走炮顶展开实弹射击。因应后个月初5联勇操演，要提出上好的表现，赶紧做训练。面对两方局势紧张，国军强调讲，联勇操演甲中国军演并无关联。影响上大的就是因为其实伊拍这榴炮是还好，伊若拍舰车炮。对我们的房屋结构的损害就比较大。另外，陆军早起嘛，伫彰化罗水溪北岸的炮阵地进行 M105榴弹炮常态射击训练。当地居民讲，射击训练是比演过更较接。国军因应解放军的威胁，全台湾各部队动员。当日伫屏东举行的天雷操演，官兵特别伫发射的炮弹顶悬写捍卫主权的字，体现保卫国家的决心。中国最近对台湾进行封锁本岛的演练，国军公布一个合作国军伫咧安全演练伫咧的影片，公开国军官兵坚守职务，陆上战架车机动，还有飞弹、防空快跑标准，战机嘛升空做警戒。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公开咱国军舰近距离监控中国054护卫舰马鞍山号，甲054A 护卫舰安阳号，其中甲双方军舰对起过程落来的，是各组的瑞恩无人机。适当的透过这种空拍画面然后向国人甚至向国际证实说，其实我们对周遭海域它有监控的能力，这个是我们乐见的成果啦。因为其实用无人机来替代有人战机或军舰来从事伴航或伴飞的任务，其实会节省相当多的人力啊。国军强调讲，袂互任何挑战拍倒，会照甲中线、领海、甲主权守护条的原则，绝对袂退让。专家分析，这个行动对反击中国的宣传战有帮助，嘛建议国军强化第一线官兵的心理辅导。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已经进行几日天的军演，中国国台办今日搁再发表白皮书，强调无答应袂用武力统一台湾。目前这两岸局势当日紧张，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今日就带团去到中国访问，引起外界关注。不过，伊个人表示，这行程早就安排，主要是去到中国要关怀伫遐的台湾人。只是讲这时机真敏感，就算党主席朱立伦予支持，不过国民党内依然是有人反对。台北市长郭文哲也讲，除非去到中国是要抗议中共军演。总统蔡英文也讲，国民党的做法是向国际社会传达错误资讯。通机场报道，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人车走去中国访问，引起众人的关心。因为中共连日对台湾军演时机点敏感，伊表示行程规划早伫6月底就确定，主要是要关怀伫中国的台湾国人。在这个越困难的时期呢，我们越要关怀我们在大陆的朋友们，应该要去看他们，听他们的心声。我们一直觉得两岸之间呢，必须要更多的沟通，更多的对话。虽然夏立言强调无做任何官方安排，也无要去北京，不过也讲立足对话方面希望见面交流，未拒绝。只是这个时阵去中国，已经引起党内有两种的看法。不必想要运用这种方式，任何的方式来破坏，甚至抹红国民党，让两岸和中和陆也是爱台湾。两岸关系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应该继续帮民进党擦屁股的刹车皮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支持，不过却引起那赢青壮派反对，叫因停止出去。那内部意见无同，外界还有质疑的声音。台北市长郭文哲坦白讲，除非夏立言去对话，是要抗议中共军演。如果他真的一飞到北京去，那跟中共抗议说你们在封锁台湾哦，那就去吧。如果这个时候还跑去募款，拜托你把这什么时阵哦？到底夏立言出去访问的时阵，中国国台办甲国务院又国共同发布台湾问题甲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强调无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选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和现状，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追求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中共文攻武吓唔捌停，面对台海紧张局势，总统蔡英文也批评中国无顾两岸现实，家己单方面发布白皮书，对国民党坚持出去访问表达失望。国民党的做法是向国际社会传递错误的信息。夏立言也是要带团去中国，刘委会对这件代志各表示遗憾，也呼吁国民党唔通落入中共统战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去予台大特效学术学位的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智坚，今日搁再强调绝对无抄别人的论文，而且批评吴正宏若真正要甲告，安尼就是忘恩背义。总统蔡英文也伫中常会内面向党内发声，爱大家团结支持林智坚捍卫清白。我要请我们全体的党公职团结一致，相信自己的同志，支持智坚捍卫自己的清白。蔡英文总统伫中执会爱全体斗阵捍卫予台大特效学术学位的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智坚。林智坚是佫强调，家己绝对无抄袭。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了人证、物证、公证的资料哦。那很可惜，很遗憾哦，在苏院长召集的这个学人会之下，没有把这一些作为一个这个资料来验证哦。学会的问题，林智坚表示，伊会伫收到相关文件了后，透过律师团讨论后续安怎处理。针对余正宏律师无排除提告林智坚诽谤，林智坚批评头前感谢，后边拄倒，这毋是做人的道理。林智坚论文风波，互对手质疑政治诚信，要求伊应该按退选。学术的归学术，我们就是努力跑我们的行程，接触我们的基层民众。他也不需要透过这个政治的话语来说，他这个愿意到学人会去做说明啊，然后认为学人会这些审定委员呢，好像是有政治的目的。林智坚的指导教授、现任国安局长陈明通的学术伦理也互人质疑。台大应该不是只处理这个学生林智坚而已。更应该要处理陈明通，也就是他的指导教授，所以请台大
继续的清理门户。共党台北市议员张小平七早去检察院检举陈明通捌伫论文风波爆发了后，阿扁余正煌佮有个11要去北检来提告陈明通。林志坚七早下晡出现伫中华大学学论会审定会来说明，会后无表示，敢若向媒体讲多谢辛苦，马上离开。记者综合报道。年底选举登记对8月29开始，民进党中执会下晡通过3县市的参选提名，包含临江县、平湖县、甲新德县。目前这3个选区拢出现3卡赌的局面，民进党会拖到只剩3礼拜才来提名，这代表民进党目前伫这3个选区暂时无优势。党主席蔡英文带拄啊得到提名通过的临江县、平湖县、新德县长参选人做伙发动选，这个选举会伫8月29至9月初2受理申请参选登记，时间剩较无3礼拜。民进党把握时间做最后一轮提名。是民进党创党36年以来第一次在金马地区提名县长候选人，我心怀感恩，也觉得这对地方发展和我个人意义重大。其实一直到上周，我都还在各县市推动客家部在年底选战、辅选的相关的工作，不管是任何的任务，全力以赴，就是我的态度。3个县市一旦讲拢是民进党艰难的选区，也拢是3卡赌的局面。新德县周江杰要挑战现任县长国民党籍杨文科，另外已经连2任的无党籍台北市长何汉明也要投入选举，拢有真强的实力。另外，临江县的部分虽然是民进党头一遍提名县长参选人，不过临江县选票偏拿，双方也有差一寡。国民党中常会报准副县长王忠明甲赵念权2个人登记参选，但是平湖县的部分，民进党提名前县长陈光福挑战现任县长赖鸿伟，另外连2任的无党籍马经市长叶德林也要参选。我唔行，会当继续为了平湖，还为年轻人的就业机会，还对年轻人的创业辅导，还对年长者的福利，我们还会继续加强。虽然中央执政，不过因为目前选票结果对民进党来讲，这3个县市也是真歹棒，暂时无优势。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而且印尼政府暂停移工来台湾等等的因素，致使台湾欠移工。劳动部今仔宣布，对今仔开始，这家属移工薪水对本地17000块，要增加到2万块。劳动部也提供这中低收入户的雇主，甲一般雇主上悬3000块的薪水补贴。真细致为照顾老大人抓零手种草啊！来台做家属义工的年华，8年来一直照顾这位老大人，因为真用心，得到雇主的信任。因为受疫情影响，管制边境，加上印尼政府坚持零付费政策，暂停义工来台，有6.4万的长照家庭苦苦在等家属义工。劳动部7月决定调整7年来毋调悬的家属义工薪水，为1次提悬到2万，印尼也佫开放作业。很谢谢他们呐，因为这个就是对我说到印尼那边就是一定很多的，他们的薪水提高了，那他们就会比较愿意留下来。这个方案鼓励到劳工，也可以留住人才，再继续照顾老人家的部分。劳动部强调，即马开始新招募或者是期末续聘转换的家属义工，月薪提悬到2万，为降低对雇主的冲击。劳动部要提供中低收入的雇主每个月补贴3000块，上长补贴3年；一般雇主每个月补贴1500，补贴4个月，超过至少9.6万的家庭受惠。从即日起，从国外经过他的契约验证，新的契约验证之后，那他能够依照这个2万块的薪资的一个标准，能够来雇用。劳动部也建议家属义工若继续共一个雇主工作满3年续聘，应加薪每个月1000，满2年，各加薪1000，鼓励因稳定工作。即便是加到了2万块好了，它离我们的基本工资还是差了5000多块啊，而且他所面临的劳动的处境，他还是一样是可能是24小时待命的状态。义工人权团体认为，为义工加薪水是好代志，只是劳动条件所无实际改善。不过因为疫情影响，很多家属义工无愿意留调咧。劳动部针对雇主提样民调，发现超过50%的头家为着老人虽然无该合约，却已经早就私下调薪，每个月应达到2万3。记者综合报道。
主计总处今日发布，去年顶半年这平均薪水是44262块，年增3.02%。不过，把这物件起价部分扣掉了后，却是减少0.11%。这代表讲，这通货膨胀，甲这起关薪水这部分是吃掉，这也是6年来头一届负成长。加速补充产业所需要的专才，政府甲产学界做伙推动产业人才能力鉴定 ，iPass 考试。累计培育16000个业界的人才，业界会当作是一个依据来判断我们的能力，所以基本上在调薪的幅度这方面来说，也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增长。透过产学合作培训实习的计划，会有实践的能力，最后顺利留任。业界代表嘛学到讲，考试的命题甲进行的方式，拢甲实务上有连结。如果考试考及格的这些人，程度都不错。它的命题的范围就跟我们日常工作是非常贴切、非常近的，不会打高空啊。根据经济部的统计，这年来有摕到证照来引头路的人，平均的薪水比一般去引头路的人要加10%以上。另外，主计总处指出，今年1月至6月，全体封城的员工经常性薪水平均是44262块，年增率是3.02%，是民国90年以来的新高。我们经常性薪资的这个部分累计是增3.02%，但同期的物价水准是增加了3.13%。平减之后的话，实质经常性薪资较上年同期减少的是0.11%。物价欠悬，实际上的薪水是倒退率。虽然今年1月至6月，经常性薪水甲总薪水增加的幅度是袂少，不过伫考虑消费者物价指数了后，实际经常性薪水的年减率是0.11%，嘛是6年来同期头一届看到负成长。记者综合报道。鸿海集团进前公告要开台票240亿投资中国半导体国家队子公集团，不过有外国媒体也讲，这个投资案可能会受到阻碍，可能是因为有这国安因素，也官员希望鸿海集团放弃。不过鸿海董事长出面背会，讲因要参与的子公集团是毋是较早的子公，是重新整合了后不包含半导体。经济部投审会回应讲，这投资案的资料不关键，阁爱补件。我们第2季的营收创下了历年同期新高，3率3升。鸿海集团公布第2季财报，合并营收1.5兆，而且净利332亿，唔但创下历史新高，而且3率3升。全年展望为平平调整为成长。不过根据外媒报道，进前公告开240亿转投资新子公集团，好亲像因为政治甲国安因素，投资案可能受阻碍。一切都要以合法合规。如果这个相关单位不核准，那我们也有我们这个相对应的一些这个备案。鸿海集团7月19已经向经济部投审会送件申请。迄个时阵，鸿海指出，投资主体是子公司工业互联，用自有基金甲第三方基金共同投资。投审会表示，投资案也搁伫审理，也未定案。那他有部分的资料是还没有送齐，电告他就是请他再补。两岸局势紧张，伫敏感时期，电子大厂想要投资兑换，也拢互人特别注意。美国国开始加强控制半导体产业。美国总统拜登7月伫白宫正式签署晶片法案。I'm not going to go sign 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and once again, I promise you, we're leading the world again for the next decades. 在核心的一些关键晶片，目前也依旧还是由美国的业者来进行寡占。在中国呢，它要进行这个单点的一些突破上，其实在未来都还是会有相当的困难。学者认为，美国晶片法案些互动条款对台积电影响无大。半导体美国制造对抗中国已经定案，不过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收乌，台积电7月股价表现无好，收跌500块、60块。鸿海是因为发税行情小可起1块，收跌110块。台股指数中场收跌14939点，6111点，成交量是1852亿。分析师认为，捏做美国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升悬，相关利息利空冲击，10月台股恐惊还会向下修正。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内阁成员有变动，其中这防卫甲经济两位大官是由滨田正一甲高市早苗来接，这两位拢是对台湾真友善的官员。滨田正一7月底才拄访问台湾，高市早苗也表态支持台湾骨路改。就学者分析讲，这届内阁除了延续安倍晋三的路线以外，要深化美日同盟，甲对抗中国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7月坐轮椅发表一本防卫白皮书的岸信夫，因为身体因素卸任防卫大臣职务。岸信夫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小弟，立场真友台，要转任负责国家安保事务的首相辅佐官。防卫大臣接任人选是众议员滨田正义，伊7月底才来台访问，伊即摆阁登去做防卫大臣。私のが受け取ったメッセージというのは冷静に、そしてまた沈着に、そしてしたたかにこれをやはり考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かん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た次第であります。滨田正义过去做防长期间，就正关心台海和平稳定。访问台湾不止见蔡总统，也到高志山吊唁前总统李登辉。另外一个甲台湾关系密切人士调动是政调会长高市早苗，转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憧れの方といろんなお話ができて、とっても嬉しい一日になりました。高市早苗是出名友台派，主张增加台日关系，佮捌甲蔡总统视线。这分析为防卫甲经济这两个重要因素移动，应看出岸田政府维持安倍路线，而且有希望加深甲台湾关系。经济的部分，经济安保部分也是日本呢，它就是重中之重。所以呢，有这个高市早苗跟滨田他们两个的一个合股那自然而然的对这个对遏制中国的不管是军事面向跟经济面向呢，是得以巩固。专门家认为，今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都是台海局势紧张，岸田留任亲中色彩外交大臣任凤正，选定这组访问台湾的滨田做防卫大臣，反映色彩真高的高市负责经济，有伫美日同盟加抗中之间平衡的意味。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咧法国的塞纳河，一只白海昂被失路径，动保团体赶紧把这800公斤重的白海昂调离开这个所在。另外，伫美国的维吉尼亚州，也有一间生物科技公司，因为动物实验违反着使用规定，司法单位已经委托动保团体把4000只的米格鲁刷去保庇啊。工作人员穿防护衫、挂喙安无用气器，要将实验室所属的动物收容所的4000多只米格鲁送到车顶载走。4,000 is a big number, and it's going to take 60 days to get all of these animals out. And working with our shelter and rescue partners across the country. 总公司伫印第安纳州的生物科技业者，因美国为进行客制化生物甲药物实验，伫维吉尼亚州设动物收容所，饲数千只被叫做米格鲁的小垃犬。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收容所真侪摆互相关主管机关注意，包含农业部甲司法部，前后指控业者违反动物福利法令。业者前后伫6月甲7月之间，甲政府达成和解，表示会关一间收容所。不过，外电报道指出，政府稽查人员发现业者真侪摆违法，而且有累犯的情形，所以委托动保团体出手，将即卖4000多只狗仔带走。未来会伫必要的检验甲做疫苗了后，交予想要收养的民众来饲。另外，伫法国北部的塞纳河为面向这只白海昂1礼拜进前，互人发现受困伫河道内底，当地离出海口有130公里，加上4公尺长、800公斤重的这么大体型，要互伊登去大海，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经过6点钟的努力，当地时间7透早4点，白海昂总算暂时脱困，随即会由超大型冷藏货运来接手，将伊送往沿岸，行向伊的回乡之路。公视新闻，徐家仁报道。全观众朋友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指挥中心宣布，对8月15开始，所有来到台湾的旅客上飞机进前日，免阁提供2天内 PCR 阴性报告。不过入境有关是爱做喙烂采检，也阁有入境检疫3+4等措施。另外，这检验阳性的民众是袂当上飞机的哦。另外，BA.5可能会阁再举起来，指挥中心也呼吁民众爱赶紧去做疫苗。边境管制搁再放零，指挥中心宣布，为8月15开始，所有来台湾的旅客取消爱附坐飞机进前2天内 PCR 阴性的报告，依期入境做喙烂的体检，也搁有3+4等等的措施。不过，境外体检阳性的人，要是依期为采检迄天开始的7天内，暂时袂当坐飞机。这个消息一日出来，有民众表示认同，不过有民众是感觉真烦恼。我觉得非常好啊，有助台湾经济吧。我觉得有点危险，但是可能现在毕竟好像走台湾管比较严一点。疫情上新的消息，国内新增加23665个本土病例，
中重症的有85例，死亡个案有25例，有一个较少岁是35岁的男性，做过3档疫苗，有酒精性管硬化的病史。7月份出现走路会喘、规人真等的情形。8月初时发烧，先看杂杂挂急诊，了后验出确诊。用瑞德西韦治疗了后，要是不幸伫初6过往。中重症个案内底较特殊的是一个去治疗肺炎的1岁查甫囡仔。8月3号开始有出现呼吸困难、有杂音的比较严重的症状。那当时的诊断是肺炎，也有哮吼，合并这个呼吸窘迫的一个情形所以住院之后给予瑞德西韦等这些药物治疗。6个月到5岁的这个幼儿的疫苗那 BNT 的部分现在还在这个等厂商在进货预期进来到3剂打完，有完整的保护力，应该会到12月。指挥中心预估，新一波 BA.5 疫情可能伫8月中至月底出现，建议符合做第4档疫苗的人，都要赶紧去注射，增加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林志坚的论文去互国民党检举，讲是抄别人的。连2年前高雄市长补选，国民党参选人李美珍也标出论文风波，落尾去互特赦学位。学界伫顶礼拜发起联署，呼吁政治人物着爱有民众伫咧监督。若准备参选或者是担任政府官，着爱甲伊的论文公开，互众人检验。论文事件2年后告上演，主角为国民党李美珍变做民进党林志坚，捌经历也是当面对论文的研究生来讲，家己的拍拼都敢若亲像笑话。因讲因看到是政客甲学者的权力交易。去透过这个他们的政治资源去寻找，包括说在职专班愿意配合的这个学者来帮他们去学历上去镀金。将近100位研究生、教授甲民众顶礼拜伫网络联署，呼吁大学授予政治人物学位应该有公众监督机制，包括民意代表参选人参选登记、政务官受任的时阵提供论文专门电子档，伫台湾普硕士论文加达系统，互民众下载，阻止有人代写论文。教部爱赶紧建立检举人保护、奖励加免责制度。教部也爱定出学术伦理指引，像讲共一个教授同时指导研究生的人数爱有限制。这个不同的学术领域，他应该要去制定出一个指引，指导教授他应该要做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去执行。联署的人是讲，唔是选举高才检验论文，是评论时也都爱有监督机制。台大学生会甲台大研究生协会头一遍对林志坚论文案表示意见，尊重审定决定，希望各政党莫阁将这个案当作政治竞争的工具。应该要坚持回归到学术伦理的实质的制度的讨论。我们无意为任何政党背书，也盼各个政党勿再以此作为选举攻防的工具。论文抄袭政治人物伫大学授课，台大研究生协会认为，唔是干那台大的问题，是台湾学术界爱共同思考，安怎为学制、学历的要求甲论文的需求定心检讨。记者综合报道。高苑科技大学因为境外招生出问题，今年5月予教育部列做是专案辅导学校。昨教育部原则上同意学校的董事会甲校长就别校解除聘请决议，也要求董事会爱伫咧10月之前完成关注1役。董事会表示会伫6个月内完成新校长的遴选，不过予人解除聘请的校长就别校伊是画冤枉，认为这教育部的行政有定达，伊会提起诉愿维护家己名声。暑假期间，高苑科大学生囡仔无偌济，教育部伫初9原则同意董事会提报改聘校长赵必校，因为赵必校违反新南向专班招生规定，也有停车场费、维护费减收处理无好这状况。教育部应该要依照私校法的教育部的法规，而不是依照高院本身的内规。这个行政上很重大的缺失。换了个恶例，可以任意解聘私校的校长。这是很可怕的案例，所以根据这个，我决定提出行政诉愿。校长华文旺表示，招生前期向教育部申报无得到回应，停车场费减收签订和解书是为了全部收回费用，才会予对方分期付款。对教育部同意改聘的决定，要采取法律行动。我们的教职员已经3个月没有领到薪水，但是教育部为我们这个做过什么吗？完全没有。我只需要继续读下去，就输出一些资源给我，让我继续读到毕业。学校风波不断，师生拢真烦恼。董事会强调会伫6个月内选出新校长，不过教育部也要求校长辞职了后，董事会爱伫10月进前捐1亿付教职员薪水。
果他们董事会愿意依照承诺捐资，那教育部要不要撤回这个解散董事会的这个处分？那这个决定权在教育部。全国书校工会表示，董事会甲校长冤家受害是全校事情，后续也有学校积欠教职员薪水，去予教育部向法院申请解散全体董事职务的状况，爱面对。书校工会认为，教育部有上大的裁量权，应该思考若是董事会关键了后，撤回这个决定，让学校会当正常运作。记者综合报道。迄日抢两部机组，这运转执照上班到明年3月就到期，到时阵就要退休。目前管理会已经通过对计划，下晡伫环保署进行环评审查。台电表示会大声处理室内大型储存设施，环评大会就要受通过审查。迄日抢1号机的运转执照已经伫去年底到期，2号机会伫明年3月届满，续来就进入督业阶段。7月下晡环评大会审查督业计划。环保团体要求用过的核燃料棒应该放伫室内大型储存设施，台电更加应该消毒当地遗lưu，袂使互这个所在变做核废料研究坑的所在。不要用露天干除，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最好还是加速室内的干除，然后最好一步到位。应该要尽快完成合规要相关修法的制度，完善选址法规，才能让民众能够对于核二现场这些处理跟合规问题能够有一个安心的保障。台电回答会优先处理室内大型储存，不过嘛无放弃争取室外设施。会优先的来办理，尤其是室内干除、室外干除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积极的争取新北市政府的支持。另外，也有委员要求台电应该伫督业阶段比较美国、澳洲这些国家，利用钡甲旁边进行辐射监测。基本上也是简单可行我认为开发单位应该要虚心的采纳这个。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台电同意监测钡甲旁边7万3年，这届核二厂对的面积有60公顷，除了高放射性，也会产生13.5万吨低放射性核废料。对的期间25年，包括8年整治作业，刷出用过的燃料棒，铁度系统组件要开12年。另外5年是进行上尾的辐射调查加土地复原工作。记者综合报道。热天时真侪人食甜汤会掺莲子，也甚至有人会食这个冰淇淋。不过，这条新闻跟咱有关系哦。气候署公布上届新的这个边境稽查结果，发现有一批对中国进口大约是6000公斤的莲子，去互检出有致癌的黄曲毒素，要全部摕到登记。另外，气候署今仔日证实讲，美国的冰淇淋品牌哈根达斯有一部分的产品检出1级的致癌物，宽用1万。台湾有输入5批，但有问题货品是45万杯，已经要求业者是袂当卖，而且要全部收到回来。在热天，袂少人会做莲子汤来啉，清凉佮降火。不过买时阵一定爱先片看卖，佮看外表是毋是有生果，才袂将黄曲毒素加入腹肚。会拿起来闻一下，如果有黄体出事的话，就是花霉，就一个霉味。国内打的莲子6、7成靠进口，消署查到公布边境稽查结果，5940公斤为中国出口的大莲子，验出致癌遗留的黄曲毒素，超标将近10倍。未来会针对违规业者提悬抽检比率。一般的抽验几率会是在2到10%，那只要有一次不合格，我们就会提高到20到50这样的一个查验强度。另外，美国有名的冰淇淋品牌哈根达斯进前因为产品未验出禁用毒药甲有致癌物质，后比利时、台湾等国消费，采购国团做新加坡下令回收2种的产品，原因是验出禁用在食品当中的环氧乙烷可能对人体有致癌风险。国外有一些流行病学研究指出，如果工人在封闭环境下长期接触环氧乙烷，它就会增加血癌的风险，也会有神经毒素的一些症状产生。医生表示，环氧乙烷毒性真强，和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级致癌物。目前国内食品当中不得检出。气候署查查证实，台湾有数字5批问题品项，有45万杯6万公斤，已经要求业者停止卖佮回收。哈根达斯发声明，产品为即麦开始主动回收，到月30进前接受消费者退钱。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成功定着爱付出一定的代价。
不过若碰到诈骗集团未成成功，你就先气餒餒。最近有真侪民众去到柬埔寨食头路，说去防诈骗。最近台北市警方也抓到国内有人利用面册伫咧找人，落尾甲这找头路的民众压起来，要求因爱交出银行口资，互犯罪集团摕来洗钱，甚至有真侪是假做大间公司伫咧骗人。优势警力一个到现场，对方唔肯配合，直接个弄入去内底。直接驶入去到这个犯罪所在，有真侪民众互加紧伫内底，当场就掠到4个嫌疑犯。原来诈骗集团因戴面册用关心水要来招人，甲这个被害人来面试的时阵，逼伊就要交出假金铺啊，还佫要控制人的自由。伫台北市大同这是袂当凊彩离开。警方讯后，全案依妨害自由罪、诈欺罪、强制罪移送台湾士林第一方检察署侦办。伫面册因头路陷阱真济，即马佫有诈骗集团因想歪步，甲脑筋当地的出名的电商，因主打写皮 logo， 家己做真材影片，讲是照件来算钱，保障每一张单有500块起跳。有意思的人会当私信来了解。有的佫甲放专联福利函，讲一支手机啊，就会当减值来吓民众。不如果若是实际甲敲电话，煞是安尼。您拨的号码暂停使用。无法度取到联络，干会当透过面册来私信。另外一个社群平台，因甲放招牌外送平台的吉祥物胖胖达来招募伫咧厝的这个派单员。因讲电话共款是敲袂通，诈骗的手法一直咧变，即嘛出现莫名的人才，假做是出名的品牌。民众看到了后，敢会去上钩咧？因为缺点很普遍，然后就是还蛮大的，所以可能很多人会去相信吧。可能会哦。怎么说？因为乍看之下感觉像真的。这款的网络诈骗，常常拢是武即出的。因讲时间真有弹性，唔免出外工作轻松，搁免经验，甲你对面册，甲牵入去赖内底，安尼一步一步咧放字，甲你成。警方查证之后，这些店家表示啊，没有刊登过这种真材缺人的广告，这是标准的诈骗。即马拄撞到歇热是做线工的旺季，伤准少年人的心理，急要找头路，想讲赚一寡难产钱。警方提醒讲，不法集团因爱的是你的存款小号，都爱细字，唔通上尾啊，钱方骗了，还佫真做这个诈骗的共犯。记者综合报道。通常咱想讲要找头路，就爱去到公司，互人面试。新竹就业中心即马就成立一个摄影棚，提供想要找人才公司伫网络开直播节目，甲公司小解互大家，互即寡找头路的人会当了解到。来到我们假同乐的节目，然后来分享真材的资讯哦，欢迎我们的厂商。嗨，大家好，我是专业的主持人加上公司代表，认真解说公司所需要的人才。透过网络放送予当咧找头路的民众，伫厝内免出门，嘛使了解工课内容。我可以不用跟人资主管面对面，那也可以很快的，就是提出我们的自己的问题。在疫情期间，其实也可以减少就是防疫的那个，让我们在防疫的时候更安全。这样。新竹就业中心向准现代人常常用网络的习惯，打造一个专业摄影棚。内底人员嘛经过训练，做出来的节目看起来介专业。除了在疫情期间，会当降低人甲人的接触，对找头路的人来讲，也免遐尼紧张。每周3会固定邀请我们辖区的厂商来介绍他们公司的产业，还有他们职缺，还有他们劳动条件，甚至他们工作上所需要的一些技能哈，在线上哈，会跟年轻朋友可以互动、了解、介绍他们公司所需要的职缺。就业中心表示，未来邀请企业每礼拜透过网络在线顶小解公司参人才需求，希望咧找头路的民众对有兴趣的公司更加了解，早一日找到适合家己的头路。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讲到咱台湾人啊，定定乱食这个止痛药啊。根据着台湾的头痛协会统计，台湾人真侪人会头痛变边歇歇叫。嘉义基督教病院即阵就成立南台湾头一间头痛中心，希望用正确的观念来协助民众认别甲治疗。中医师用针灸来排解偏头痛的无爽快，偏头痛是袂少现代人加减会拄到的问题。
台湾偏头痛的盛行率大概是9.1%。医师表示，出现偏头痛的症头，唔但影响到生活，而且还会遗传。我本来以为是我的脑部长了脑瘤或者不好的东西，然后结果不是。对，我的女儿也是常常喊她头痛，也是检查以后发现她也不是脑部长不好的东西，是跟我一样是遗传到我。嘉义基督教病院这站特别整合神经内外科、精神科、复健科甲中医等单位，成立中南部第一间头痛中心，希望帮助民众更加了解这项症头，进行正确的治疗。偏头痛最可怕的后遗症就是怕中风，因为偏头痛是属于一种血管性的头痛。那如果说长新冠真的长新冠以后才开始头痛了，这种病人我们还是要小心，这叫做急性头痛。医生讲偏头痛发生的原因真多。一般民众大部分拢是食止痛药来处理，不过新冠肺炎的后遗症嘛，拢有头痛的症头。那干那靠止痛药无详细检查，症头可能会愈来愈严重，呼吁民众要特别注意。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最近这2个月，伫高雄寿山出现6层面鉤伫咧徛街附近离奇死亡的案件，动保团体怀疑讲是有人伫咧偷高山啊，已经把这尸体交予农业局检讨。讲到人甲狗的冲突，若安尼，这高山去互降级，变做是一般野生动物了后，有真侪人会掠这个高山来卖，甚至是饲作宠物。农委会表示，9月开始是袂当搁再偷饲台湾面鉤，违规者尚无爱罚5万块。高山看起来无伤口，敢若巴肚有黑斑。接到民众通报，保育团体怀疑高山好亲像中毒死亡，不过这毋是头一个。高雄寿山龙泉市登山口附近，6月到7月已经出现6件类似的案例。早上来就看到猴子就躺在那边，还有比较好心的人士就是先帮他出一个垫子，知道说好像是有人毒死他还是怎样，是怀疑啦。烦恼2016年鸟鼠药毒杀15只狗的代志佫发生，动保团体除了联络农业局，佫将尸体送验，也伫登山步道打赏金起诉，希望民众协助通报。它不是在他们正常活动范围的隐蔽处死掉，它都是接近民宅，他们身上有很多奇怪的血斑，这也是毒鼠药一个特征。咱人爱甲饲，佮加上开发，互台湾狗定定落山抢食，人甲狗冲突，互毒杀事件定定听到。法规放令也造成饲养贩卖代志真侪。一寡狗山互人讲是捡到的，甲转送这理由不当饲养。农委会决议要将台湾狗正式纳入禁养的动物，一定9月份开始实施。饲养并没有去做那个登记，然后去饲养的话是违法的。那我们会依据动保法的一个规定。处5到25万的一个罚款，那同时可以没入他说饲养的这个动物个体。农委会表示，9月开始，若是新饲养高山啊，拢会当依照动保法至少罚5万，而且没收高山啊，已经饲养高山啊，必须要伫明年2月底前登记放晶片。动保团体也呼吁政府建立扣也是掠到高山的时阵，通报处理的流程，互规个机制会当更加完整，阻止饲养的外放。记者综合报道。921大地震了后，南投埔里的桃米社区推动生态復育，也伫咧拼觀光。不過，這人是愈來愈多。這個水道水管迄當時地震破去了後，攏無再修理啊。當地民眾就去接水來用，也當着可看到無水通用。自來水公司即馬決定要編3000萬重新救水線來解決無水通用問題。甲島部盡發達，島頂77號清氣。伫南投埔里桃米地區咧做食的業者黃德健，逐工上煩惱的毋是營業額有偌濟，是甲水道頭準開，毋知影敢有水通用。因為當地一直攏是靠溪水、甲山頂的泉水，抑閣有地下水，抽去山頂，再閣順家己食的貢線，流去甲徛街，家己過濾來使用。我们的水是最小的那个水塔，对啊，之前就是只要我那边的水塔是空的、停水了，我就要上来看这里的水的状况是不是有或没有，然后就一路延伸到我的店那边，然后有堵塞或者是有被关注的话，那我那边就会没有水。921大地震了后，桃米地區自來水的管線就完全攏歹去。不過，即馬當地推動生態復育，觀光工廠甲民宿是愈去愈濟，人口嘛愈來愈濟，用水的需求增加。去年遇到100年來嚴重的可旱，情形會使講是無比嚴重過。遇到的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說，像前2年這裡是不是就沒有水源？那大家都缺水的情況之下，這裡就完全沒有水可以去做一個生活上的使用。
自来水公司为着解决问题，会先编3000多万分2阶段来改善，先修复当地加压站，配合暨南大学提供用地打造200栋高地配水池，还有污水井，按算在2024年完工。管线后的工程还有加站，这个总共经费是3150万，会在113年6月底来完成。这个是由台水来自办。然后第二阶段是要做所谓的严管，这是由水署来出资，就是看当地居民来提出用水需求。台水表示，第2阶段会针对桃米巷等等有用水需求的住户，豆豆甲公线接过遐，希望到时会当彻底改善桃米地区山顶供水无稳定，也有水压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正出名的莲池潭莲花塔，这个娘跳甲天棚需要重新整修，加上内面这新名壁画有40多年啊，要受到损害。初步估计这整修工程差不多要开3000万。市政府表示讲，因会来倒协助。游客徛伫咧龙虎塔外口翕相，专工为桃园来到高雄，才知影龙虎塔暂时无开放，感觉真可惜。来到这里不能上去，对，就是有点可惜。就维修嘛，这样子。如果不能进去看的话，就从外面看看啊，拍拍照，其实也不错啊。游客来到莲潭，大部分拢会行入去龙后出虎口，讨一个好吉兆。这个踮龙虎塔顶悬欣赏莲潭的美景。不过去年虎坪的外观2座塔的条仔甲天棚，红门土拢开始闭开落落来，惊游客着伤才会暂停开放。拖漏的时间我们没办法预算，它就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掉下来会砸到人，像那边就是很多，这边也是一样。自1976年起到今的龙虎塔壁顶有40多栋历史的彩画，会当画的师傅已经剩无偌济人，而且最近工钱甲材料拢起价，地需修复至少要3000万。龙虎塔所属的租借奖无法度负担，才会向市府来讨救兵。还是要先取得文化资产这一方面的资格以后市府这边好像就比较好切入了。我们民政局的角色就是来协调。市府嘛答应协助整修，若是会当得到经费，大约8个月至12个月就会当完成整修。龙虎塔伫咧疫情爆发之前，捌吸引真侪游客来行打。庙方希望各界斗3工，互这个出名的景点会当赶紧重新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